弟姊妹，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自己伫遮来敬拜阮的上帝。伫咱开始礼拜之前，咱先安静咱的心，邀请圣神就充满伫咱每一兄弟姊妹的心上。咱只是来做伙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阮只是要专心注目伫你的面前，求你安静咱的心，互咱会当专心全灵拢献互你。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礼拜保守、甲带领，我感谢主无限的恩典、甲慈爱，
咱做伙来恩主来献上咱的感谢，甲呵乐。亲爱的天父上帝，我感谢你，感谢你伫患难中。教会明年准备迎子50禧年，叫做兴起咱的教会，也做一个小人的教会，嘛，互咱会当更较亲近主，甲主建立亲密的关系。那么为教会兄弟姊妹来祈祷，求主帮助咱富强人有较无真理的心，愿意向受造就，热心传福音来祈祷。那么为身体有病痛，也是心神短中的兄弟姊妹来祈祷，拢求主医治甲帮助因，主来开咱伫因的心中，咱做伙来为着教会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咱将咱的教会拢交托伫你的手中，求你帮助教会，在做一个属灵的教会，也在做一个主你所喜爱的教会。牧师、中职、小组长以及所有同工来祈祷，求主带领因，并赐了智慧伫因的心中，求主保守看顾因的出入平安、健康以及家庭，拢有主的灵甲因同在。咱就是为教会中的同工来祈祷。
谢你，感谢你听阮呼求的声，感谢你拢甲咱同在，咱将咱的祈祷拢交托伫你的手中，咱的祈祷是奉靠主耶稣的名求。充满我。
感谢你，因为你的信息是到万世代，你的慈爱也跨过诸天，主要你是我来学到你，因为你是看见咱一切尊重的主，主啊，哈利路亚。315首，天杯稳定真正大。天杯稳定真正大，美丽的音传。无论风雨哪变迁，伊拢在做伴。咱着照亮你的阮，你的无存，我在月看那变成花蜜，欢乐变好去。你的爱意传，互咱阮的路无散。几万的心看，平安福气有这么大，咱着学了归声欣喜，好天的拢总三下欢喜。是的，主我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甲听痛，享受主你的圣日伫阮的中间。主啊，阮儿子圣神降临节，愿上帝你的恩甲阮同在，阮经历着圣神降临所带来新的开力、新的愿望、甲新的祝福。愿阮今仔日的敬拜对头到尾，上帝你的恩甲阮同在。
阮兄弟姊妹三交陪亲睦，也看见上帝你的疼伫阮的中间，也我们通过强守圣餐来见证上帝你奇妙的拯救。愿阮今日敬拜归荣光伫你，众兄弟姊妹大家享受到上帝天顶来的祝福。阮要学习主教是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伫你传一日去，就救阮脱离咧歹。因国权力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大家请坐。补价摕来。咱做伙来启用。启用文14篇，诗篇46篇。我来启，大家来用。上帝是咱的避难所，咱的开力。虽然地大变动，海水野涌。花花好，咱拢免惊。有一条河，伊的水流，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踮伫遐，城一定袂震动。列邦花花好，列国动摇。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来看上主所做。伊压二经，站长枪，放火烧战车。拢静落来，就知我是上帝。万军的统帅上主甲咱同在，咱做伙来祈祷。亲爱恩典满满、全能的神主上帝，你创造天地，掌管万事万物，支配所有的一切，成功失败拢在你，后有。后无也有你，你是万王的王，万主的主，至权至大，伟大无比。认捌你的人有福气，信靠你的人有平安。阮满心感谢俄罗你。主耶稣，今日是圣灵降临的纪念主日，阮用欢喜唱诗歌、弹琴来俄罗你。感谢你的大能、慈爱甲恩典。更感谢你替阮赎罪，为阮牺牲伫十字架顶，失去生命，换回阮的拯救，互阮成做一个新创造的人。感谢你用慈爱、公义、怜悯甲正直的圣灵，管阮、教我阮，互阮的生命有保守、有倚靠。你互软弱的变刚强，创伤的得医治。互困绑的得自由，互黑暗的会变见光明，互阮重新得力、平安、有喜乐，阁有盼望。阮再次感谢俄罗你。主耶稣，阮要承认，阮是软弱、有限、有罪的人。
检查阮已经认捌你，也挖克你，随望也蒙福成为你的儿女。然而，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因为阮罪孽深重，私我原在，生活中目睭影热。若无警醒你的教示甲救恩的时，阮的心思意念就失去甲你相结连，阮的脚步就歪错离开你。致使凡事袂顺，心无平安，常常过错无犯你，得罪你。阮要向你认罪悔改，求你无数算阮的无好甲罪过，用你赦免的宽柄原谅我，赦免阮，用你持续不变的爱来帮助阮、扶持阮，智慧充满阮，圣灵充满阮，毋通互阮毋敢举头无开力，就好互阮重新得力，有勇气过来敬拜你，紧紧来跟对你。感谢主耶稣。阮嘛要为着阮敬爱蔡正道牧师6月份下旬，伊为阮所安排的培灵造就会来祈祷，求你甲阮同在，也使互阮有一粒较无的心，做好准备甲期待，也求你使互蔡牧师所要为阮传讲的信息有你奇妙的恩果，有带互阮极大的帮助甲利益。同时也求你保守看顾蔡牧师甲阮众兄弟姊妹的身体健康，家庭大大细细拢平平安安，恩典满满，祝福满满。感谢主，主耶稣，感谢你近半年来的保守看顾，互阮大家同心合一，行无野，走无线，一一完成主的工。下半年富强教会更加丰富甲多元的事工，也项项要来推动，有福音的报扬、门徒的训练、教育中心硬体、软体的整修甲更新，以及庆祝50禧年的筹备，事事拢真费心加费力以外，同时也有一定的经费要开销。求你持续甲阮同在，互阮甘心乐意，互阮一人一事奉，一人一小组，帮助阮、引带阮，好互阮富强教会伫即个社区甲城市做光做伟暗，拯救搁较侪的性命，造福人群，荣耀主圣名。阮安尼恳求祈祷，拢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共读上帝的话，今仔的圣经节有2个段落。第一个段落伫约翰福音15章第1节甲第2节，第二段落伫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节甲第8节。我来共读。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是种葡萄的。连伫我阁无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修剪，互伊结较侪果子。第二段落，提摩太前书第4章第6甲第8节。你若将下面的事教示兄弟姊妹，就会对所信的信息甲所顺探健全的教示
得到培养，成做基督耶稣的好车用，着拒绝粗俗甲空洞无影食的传说，为着敬虔的生活，着继续操练家己，操练身躯有淡薄仔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今甲将来活命的应允。圣经共读到这，咱请圣歌队为咱来献唱圣诗撰写，甲请牧师来为咱讲道。今日牧师要为咱讲道的主题是灵命健身甲敬虔的操练。灵命健身甲敬虔的操练。
用诗歌带咱来敬拜上帝。弟兄姊妹，大家早平安。真感谢主，咱今仔日来迎接圣神降临节。圣神降临节，咱看见头前有即个婚教的布置，这也就是教会生日。伫即个圣神降临节时阵，咱做伙用供守圣餐来见证主的救恩。也今日特别用即个主题，甲咱三甲学习一个咱对7月开始，咱的教会要配合中会所要推展一个足重要温度操练的时间。咱用即个主题圣经来甲咱三甲勉励，等于是唤起咱兄弟姊妹大家踊跃做伙来参与。咱要分享主的话进前，咱大声先来祈祷。主，阮上帝感谢你的恩待甲疼痛，互阮迎接圣神降临节，希望阮看见上帝疼阮世间人无微不至，互阮伫经历着软弱、犯罪、得罪主、无气力的时，主耶稣为着阮世间人来死、来过活、来享受活命，也特别通过圣神来带领阮来完成这个美好上帝救恩的任务，就是带阮认捌主、认捌这个真理。也有气力通见证主的过活，感谢你！也阮今日通过主你的话，大家要学习，做伙有份，成做一个温度的生活所应该操练的事。愿你亲自通过你的话来勉励阮大家。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这个主题叫做灵命健身甲敬虔的操练。咱知影。灵命健身甲敬虔操练是基督徒一个真要紧的功课。当你信主，你认捌上帝，都基督徒到底过来要创啥？这是每一个基督徒拢应该去思考的事。刚好咱今年咱要中会伫即个黄金10年，搁咱。要迎接富强教会50禧年，咱有一个安尼全员台南中会所有的兄弟姊妹做伙有份来学习的一个文道运动。这个文道运动简单讲，就是讲台南中会要伫2030年迎接咱100周年。咱拢知影讲，今年总会是106周年对无？106周年，是台南中会叫做100年，安尼怪怪其实这是一个机构建立的历史就对啦这若要讲，我历史真长，不过简单讲的意思是讲，咱伫106周年、106年以前，马国医生来台南传福音，迄阵就建立教会咱的母会太平间教会，因今年嘛是庆祝106周年安尼。但是106周年是经过50-60冬后，伫1930年35年的时阵，就是开始扩展教会，伫咱南部的教会慢慢增加所以迄阵就经过当时的即个宣教师，因讲安尼，咱就爱设立中会。设立中会意思真重要，就是咱爱家己自主来管理。所以迄阵才开始，伫1935年来设台中，来设嘉义，来设台南，来设高雄，拢总4个中会。到2030年主要要庆祝100年，所以就是1930到2030。伫咱2021年就是咱的中会设到91年开始，咱就推动一个叫做黄金10年，就是伫10冬内，咱让建立教会起做，会让宣教、设立教会增加会友，是一个努力就对啦若要照今年是2025年嘛，就是已经是95年就对，咱的中会是95岁啦。伫这中间。咱要迎接搁5冬，大家要安怎拍拼？经过中会黄金10年这委员会，大家做来努力，想讲，咱除了鼓励会友热心传福音以外，就是温度会友的一个自我操练。
自我装备，就是用今仔日咱要分享的，讲出咱一个学习。甲拄好咱明年要迎至50禧年，咱嘛是真侪即个同工，大家咧做准备足侪活动这活动是外面的活动啊，老节的活动啊，比如咱两礼拜前举办即个小组的分享会，下晡咱要来办一个排球比赛，佫无偌佫办一个羽毛球比赛，这老节是真好，时间互咱有看见嘛有看到，但是较重要的是每一个会友对身体拢有一个造就甲操练，这个造就甲操练是个人的代志，别人袂当替你。比如我咧老热，你无用你来对，安尼袂歹，但是你家己也有得到啊。所以咱教会嘛是除了推动各方面的产业的起造，比如咱小组、咱祈祷、咱圣歌队咱的即个敬拜团咱的服侍团队小组，逐项拢要提升，提升了，咱的会友、咱的兄弟无提升，安尼是化假的嘛。所以咱推动产业升级，事工成长，信徒灵命成长，就是咱通过讲，安尼拄啊好，咱嘛要庆祝50禧年，中华黄金10年，咱有几礼拜前有足10位的同工去到大公教会来听取即个黄金10年所要推动迄个事工。写做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大家分享的，即个黄金10年的即个总干事就是咱的大公教会即个蔡牧师蔡安乐牧师安尼。即个黄金10年推动一个叫做中心运动属灵敬虔操练8步，属灵操练对会友开始8步就对啦咱较捌听过什么天龙8部咱这是属灵的8步咱台南中会拢总有迄个81间教会，为着要推动即个，你袂使讲画的，大家做袂到，无路用啊，所以就经咱差不多14间欢喜要成试验的，意思讲咱来试办，会友来操看卖，操练看卖，看了安尼会成功袂，会好势袂，有进步无，有得到成果无所以就是要对咱7月，咱今年这阵6月嘛，咱富强教会是其中的一间就对啦人中会看重咱讲恁富强做法嘛，做哪会使，别间就会使，你若做无法的安尼都过来检讨过来检讨，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下半年是咱一个操练的学习我较才会中集看讲这个条件咱富强教会。本来就咧做若搁小可扣一个搁鼓励一个较侪人来参与，安尼应该是真紧才对啦所以就用今仔日咱三甲学习当先中会办这活动咱就要配合咧这对咱有啥物路用咧对咱教会敢有特别意义这是今仔日牧师要甲咱分享的。灵命操练甲健身成长有啥物关系？有啥物重要？咱知影讲，即马台湾咱的政府阁无偌久要成立叫即个体育部呢？体育部，迄就像内政部、财政部、交通部，体育变做一个部。你就知影意思讲，咱全民经济好啦咱即马咱台湾的 GDP 真悬呢消费的开达嘛真悬的，世界有名第前几名呢这拢袂歹这是咱其他的经济若富裕百姓生活较好过，但是健康嘛最重要所以呢，咱体育部要成立当然推动各种的比赛啦、体育运动，但是上基本的就是咱讲全民的健康嘛所以咱嘛看见真侪迄个健身房拢去建立就对啦咱有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讲，咱有去健身房来办会员卡伊甲你讲偌好诶，讲过来偌水偌好偌勇你体格迄身材安尼甲你雕塑你听足天花乱坠，听足欢喜啦
哇，看到迄个甲你推广的迄个健身员哦，吼，体格足好的安尼，吼，虎豹熊腰安尼，啊，肩胛头的肌肉足好的安尼，啊，腰闪闪啊，你讲哇，啊，我若像安尼要偌好的，啊，就甲搬落去安尼，啊，即马健身房的迄个会员卡无俗咧，对毋对吼？啊，看是要全套的吼，也是时间呢安尼，但是意思是讲，啊，你会员卡办的表示你是毋是就已经健康啊？你就臃肿啊？敢毋是？有办甲会健康袂健康差诚侪，敢毋是吼？啊，所以意思是讲，咱健身要有高效，的确就是爱持续锻炼啦，啊，忍耐突破，啊，一关搁过一关，一步过一步，啊，所以你会去健身房、健身俱乐部，表示你有认同，这个运动有效哦，吼，有效果哦。前几日我看到一个新闻，啊嘛真感动呢。讲有一个80-90岁的阿嬷吼，啊伊着这个老人病就对啦，啊甲人拍金身3回啦，啊药啊，逐项拢应该食拢食，治疗嘛治疗，看过嘛看过，但是因的子孙甲伊讲，阿嬷吼，咱来去健身房，啊来甲操练一寡基本动作，啊迄个关节啊来甲练一下，伊真正听话哦，去练，去练举重、哑铃安尼，讲。原来行路行无法的，即马哇死过去拢会使就对啦。啊，伊即个阿嬷为着要健康吼，伊对原来是讲即一世人都无法度人行动啊，伊煞变做个勇行起来。啊，所以意思是讲，咱观念认同啊，毋是干那办健身卡尔，你都爱会晓通持续来运动。咱灵命共款。咱的灵命，你来加做基督徒，你就亲像领到一个健身卡，但是吼，哇，啊你也无要练啦，啊，敢若有迄张图尔，有张卡都无路用啊，是毋是？啊，所以咱就是要学习讲，属灵的生命吧共款。咱每一个基督徒拢是哦，包括牧师，啊，3日无溜8上树啦，逐项拢爱操练啦，啊，身体搁较要紧啊，啊，灵命嘛是共款。所以基督徒信主了后，好像你办着一张灵命健身卡。毋过你若无操练祈祷、读圣经、操练敬虔的生活，你的灵命就是留伫倒咧莺啊。咱讲保罗讲，亲像莺啊咧食黏啦。啊，灵命的成长健壮，绝对是需要每一工有敬虔的操练做开始。啊，这是咱一个认知甲了解。好，这是咱的认知甲了解。啊，现在爱有灵命的操练呢，有圣经的根据哦，吼。咱拄则有读圣经，提摩太前书4章8节讲，身体锻炼固然有一寡益处，灵性的锻炼伫各方面对你我拢有益处，因为后者带来今生甲来生的愿望。保罗咧勉励即个少年的同工吼，提摩太讲吼，锻炼身体本来就有帮助，咱大家足注重健康，但是灵命的操练更较重要，因为这个是有益处的，是通带来永远的愿望。吼，这个是这个中文的台语的是讲操练身躯有淡薄仔利益，毋过敬虔对逐项拢有利益，因为有现金甲将来活命应允安尼。啊，当然你即位属灵的操练是安怎？因为属灵的操练才会让真正影响到咱现今的生活甲见证，而且搁较要紧的是决定咱永恒生命的归属。意思是，我操练敬虔的生命，伫我现在有帮助，而且为着你储备就对啦，为着你积聚迄个将来永远生命的归属。啊，所以兄弟姊妹，请咱会记住，敬虔毋只干那是一种思想，就是一种生活。啊，所以有真侪人有一款特别的观念，因为伊可能较无爱社交，伊可能无爱甲人计较，想讲我著在厝读圣经就好啊，我家己灵修啊，我甲上帝的关系就好。但是呢，敬虔毋是干那思想的操练啦，定敬虔你爱甲一般的兄弟姊妹做伙享受迄个互动、迄个关怀、迄个疼、迄个交流。有的人诚做你的老师，有的人是变做你的师岁，因为伊可能也无啥捌，观念毋对，你也甲矫正。所以
是一种操练，是一种生活。所以敬虔嘛，毋是一种观念，是一种持续的操练就对。啊，那操练呢？咱圣经内底讲操练啦，吼。啊，操练原来的意思，吼，原来的意思就是啊，对原文，因咱新约圣经是希腊文啦，吼。希腊文伊原来意思是讲烫白体，无热坎的。你身材哦好歹啊，这个你的腰有6块肌，无拢看会出来，就是爱操练你的身躯。啊，所以古希腊的运动员吼，伫体育馆中间，伊都爱烫衫裤、烫白体哦操练。啊，为着无受干扰，啊，专入投入运动比赛，特别是咧做摔跤吼，啊，你有穿衫吼，都会扭来扭去啊，规去烫白体安尼。啊，甚至伊用橄榄油，中东吼，迄个所在地中海出橄榄油啊，烧甲规身躯骨，吼，啊，你要防裂，要防迄个吼嘛会骨的，啊，所以都要足有力才有法度，啊，表示讲上定迄个身体的灵活，啊，上定荣耀，啊，甲力量安尼啦吼。所以，咱若看到迄个古希腊罗马，因遐雕像吼。你会看讲奇怪，啊，咱拢烫白体，啊，衫穿的无较水嘛？伊毋是，伊是注重迄个线条甲肌肉安尼吼。所以你看，这运动员哦，还是烫白体，啊咧等铁饼对无吼？啊，这个是迄个，吼咧摔跤吼，啊，拢烫白体，啊，显出伊的肌肉就对啦吼。啊，这是因伫个健身房内底，啊，大家拢是裸体安尼。啊，对人来讲，裸体毋是啥物歹势见效的事，是表示一个安尼足清净的，啊，身躯是足美好的、足水的安尼。啊，所以伫罗马、意大利因遐雕像，大概拢是裸体的。啊，咱遐历史话，这是啥物意思呢？属灵的操练是咧代表无保留啦，完全献上啦。啊，那安尼对今仔日的基督徒来讲，敬虔操练毋是讲一种感觉，是一日过一日，不断付出代价的操练。运动员伫体育馆中间每日锻炼身体，啊，咱嘛知影讲，逐日咱伫生命的操场中间训练家己，为了得到迄个未毁坏的冠冕。哥林多前书9章24节，咱即个周报写20毋对吼，是24节。伊安尼讲，恁一定知，伫运动场参加竞赛的人，拢落去走，毋过只有一个得到奖赏。亲像安尼，为着要得到奖赏，恁就爱拍拼走。啊，这是咱所学习到的，真重要。吼，啊，这是台语的吼。向你指话。咱拄则有另外读一段经节，就是《约翰福音》15章第1节到第2节。圣经就安尼讲，我是真的葡萄树，我的爸就是种葡萄的。连伫我的阁无结果子的，我就甲伊种起来；有结果子的枝，伊就甲伊剪收，互伊结果子较侪。咱甲主耶稣三结连，上帝嘛是足爱咱结果子，但是结果子的中间有一部分爱修剪。啊，修剪对咱今仔日的主题来讲，就是你爱操练，你爱受操练、受磨练，啊，遐无好的单调，啊，好的留起来，啊，互伊积住迄个气力，啊，所以咱要行到一个结果子的葡萄树，就是爱会开始修剪，啊，修剪操练中间有时毋是讲逐项拢足舒适的啦，吼，啊，感觉足轻松自在，有时啊经过一侪路苦流汗，啊，所以。咱拄则讲，圣经内底安尼甲咱讲，啊那敬虔信仰是安怎需要操练，这是根据伫咱即个基督徒的即个本性，也是讲咱的体质本性。第一就是敬虔的信仰，伊袂自动产生啦，吼是持续操练的结果。属灵的生命若无操练，俗世习惯就会影响咱的生活。啊，所以咱定啊，较早的基督徒较有咧听到啦，讲吼，啊，行哦，来去听道理有无？我讲来听道理安尼，听是真好啦，啊，就听，咱讲定啊，咱较早台湾话足够讲这讲，啊，听你家只片，哦，意思讲有听啊，都无咧行呢吼，啊，搁听你家只片呢，啊，有时是讲
啊，那你听道理，啊无行道理安尼，啊，伊袂自动产生，啊，咱嘛佫有听起一句话讲，哎呀，啊，即个吼，信主是罔信主，啊，看到就半信兄咧吼，半信兄，啊，就是你信仰无徛在，啊，外口一点仔安尼风吹草动，也是一寡枵疑，有一寡困难，你就影响着啊，啊，你信仰就无徛在，啊，你表示安那无操练的结果嘛。佫有一项，咱嘛有听起讲有真侪初信的兄弟，讲哇，去参加礼拜吼，啊，听到迄敬拜赞美吼，规身流目屎流甲吼，咱七袂离呢吼，感动甲，即个感动真好，但是你爱操练才有法度，你才能甲迄个感动化作你家己信仰的本质。啊，若无你感动了，啊，佫过啊，啊，后摆佫感动一遍，啊，就佫过啊。啊，所以咱嘛有听有一寡人吼，啊，咱因为即马台湾即个聚会足活动足多就对啦，足侪人爱参加特会，吼、参加这特会，哦，听了到底，哇，足感动啊，哇，规身躯拢烧起来，啊，烧转去冷去啊，吼、啊，都无偌久就冷去啊，啊，你这看起来受感动、受影响，总是无持久。你的身体都毋是讲吼去健身房啊操一个了，转去拢无咧搁继续做啊。运动嘛是安尼啊，啊，所以这是继续操练的结果。当兄弟姊妹，先来讲爱继续操练呢，就是这个杜克大学哈，美国的杜克大学有一个心理学家叫做 Wendy Wood， 伊有研究啦。伊讲人类吼，每一工有差不多40%到45%，伫要一半哦，伊的行为吼，毋是出自有意识的决定，是自动化的习惯。啊，意思是讲，伊经过即款行为的观察、统计，真侪人，比如我困醒，自然会有遐个动作，你拢毋免教，你家己就会安尼，吼，入去洗手间，会去洗面，会去洗喙。无人甲你教，你就自动去做就对。讲这毋是出自意识的决定，是自动化。啊，真侪代志，若愈自动化，表示讲你已经习惯啦嘛。吼，食物件嘛会习惯，穿衫嘛有迄个习惯。啊，所以这个是真做人的一种习性。啊，所以这个习惯若是好的，可能是影响你的健康，影响你的做人，影响你的成功哦。啊，若无好咧，可能这就是影响你的生命。影响你的人生的命运，所以对你这款的研究，咱知影讲，若无刻意来建立新的习惯，你若无迄个习惯做好，人伫压力的下面会等于你较惯势的，就是讲我习惯的，啊，所以你看有人会求救，有人拄着挫折，就搁等于原来家己啊，无想要拍拼，啊，所以你会等于错误的模式，比如讲你会焦虑。你会拖沙，你会埋怨，啊，你会自我中心，安尼就对，才会无好会对遐出来。因为你想要进步，啊，毋过挫折嘛。所以真侪改变是对习惯改变开始。啊，这是咱感觉讲基督徒先啊，都爱熟练的操练，就是伊即个原因。咱拢知影，有人讲啊，我想要较早起床，较困。哇，即个习惯。看起来足简单哦，足歹改呢。啊，有个食物件的习惯嘛足歹改。啊，所以意思讲要经过一再操练，一再操练。啊，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咱在美国出名的麻省理工学院有一个研究吼，神经科学的研究讲，每一项重复的行为啦，你做重复，大脑的神经会加强连接，会形成一个习惯回路。你操练得久吼，啊，就自然会入去你内底。啊，一旦形成就袂，一旦成形就袂离，你毋免先思考，你就自动的运动。啊，事实即款物件，咱看运动员就知影。运动员伫个瞬间，运动拍球，迄吼袂使想啦，一定是自然的动作。爱赢就是伊训练甲迄个习惯拢足周至啊，才有法度。兄弟姊妹。习惯回路什么意思呢？你若无主动操练，这个熟练的习惯，这个回路你无操练好，啊，你世界迄款熟悉习惯就搁倒转来啊！啊，所以咱逐年开始吼，啊，咱的这个教育团队呢，就甲咱分这个
读圣经的经文的即个次数啦吼，咱的一年读圣经的材料啦，咱的即个背金句啦吼，各种方面，就是讲咱用即个方法来操练，互伊变做一个习惯。你的习惯，你又袂感觉遐困难，你的时间就超会出来就对啦吼。兄弟姊妹，但咱嘛会当了解到讲，另外一个研究啦吼，一个研究就是伫即个亚利桑那大学一个研究所研究即个有关信仰方面的一个观察。伊讲相信圣经中的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有存在。而且影响美国人的生活的遐大人，就讲遐有承认上帝、相信上帝。在美国人中间85%的人表示讲，因甲上帝足亲密的灵性的关系，经常的祈祷，信靠伊来引带。意思是伊有信，伊就会看见上帝的引带因。有85%的人每一礼拜读圣经的成年人表示，上帝伫因的生活中拢甲因同在，而且对因的决定产生真大的影响。安尼表示什么？即有信主的人，因经历到上帝的同在，甲主的亲密，对伫因的做代志、做决定、做拍算、思考，拢有真大影响。也因为安尼，兄弟姊妹，咱有定期的灵修，有祈祷的习惯，甲困难中依靠上帝，甲主保持密切的联系。这甲咱证明什么？信仰的敬虔生活，毋是自动家己产生的啦。咱看单纯的信仰，但是你无操练，拄着一寡搅扰困难，你就搁倒退去啊！所以咱一个证明讲是长期操练的结果。若无操练呢，迄个俗世、迄老的我，甲习惯会搁倒转来影响咱的生活。所以咱嘛看见讲，有的人信主，伊都无认真礼拜，无认真读圣经，无认真追求，无认真祈祷，后来搁倒去原来未信主的生活嘛，影响到伊家己原来迄个俗世的生活嘛。所以兄弟姊妹，强调持续的灵修甲祈祷，伫坚定信仰是非常重要。所以这是真正要紧，就是讲这个敬虔的信仰，你爱操练。所以咱对细汉自己都爱来。咱也来读初中、高中，咱都爱来参加青少年这个自救班。大人都爱参加查经班，参加迄个成人主义都，因为这是咱一个基本的基督徒的基本。但更较要紧的是安怎呢？因为人的肉体第二项，咱的肉体的本性是肉体就对啦。迄个血气的肉体你无操练伊就倒转去啊。所以这是种根源性的问题，毋是干那外在行为是咱内在罪性啦。咱的罪性引起咱安尼，所以你若无去对付，伊就搁倒转来侵占你啊。罗马书7章14节讲，咱知律法是属灵的，毋过我是属肉体，已经出卖做罪做奴隶。这是真坦白的事。咱属肉体，互罪来做伊的奴隶。第二，我知伫我本性内面无良善，我有好的意愿，毋过无好的气力。我原来是心内好，但是无气力通做啊。第7章24节讲，我真苦啊！什么人救我脱离死亡的身体啊？这是保罗伊家己亲身体验的，就对啦。所以兄弟姊妹，人的肉体有一款的本性，有一款的软弱，有一款罪中间。所以咱能理解到什么呢？因有无免人教，因有免人教，伊自然就发生啊。但是呢，你家己自制、自制，就是讲家己爱控制，需要训练。咱查囡仔伊着食好食的你免甲教伊，就想要体啊。但个毋通，这袂使做，你也无训练，伊会做毋对去。若拄着危险发生代志呢？失败。有时会怪别人，但成功拢是要归家己。自私无需要教，自私人是一个本性，但是慷慨需要学习教养。报复来自本能，你互人欺负，你就想要甲报复，但要挟你也要选择，这是人的罪性，所以需要操练。过来，
第三项是人的本性是贫惰的，吼是贫惰的。箴言19章24节，吼，伊安尼讲，贫惰的人手伸到盘呢，嘛毋肯摕到喙。讲贫惰人吼，手伸去吼，连要摕来喙都贫惰呢。啊，敢有真正遐贫惰的人安尼吼？古早咱无听者老师讲一个故事啦，讲一个囡仔吼，安尼足贫惰，想讲吼，我要出去一两工吼，若无甲款食的吼，伊甲会枵着咧。讲安尼好，上好的办法吼，做一块饼，做一块饼吼，中一空，甲箍得颔棍的。讲你若枵吼，就颔棍的迄块饼就甲食安尼。讲过无两工吼，迄个囡仔吼枵讲软膏膏强要死啊！伊讲连迄块饼伫个喙边都无爱食呢。吼，敢有即款人？嘿，这是一个足极端的就对啦。意思是啥物呢？贫惰的人吼，手伸到盘里，连要摕来喙都无。这是箴言19章24节所讲的。这实在有影。咱若家己观察家己啦，观察别人，拢有即款的本性嘛。咱知伫迄个健身房内底有来讲哦吼。讲美国的健身协会有数字啦，平均哦，你一个月交会员费吼有60块美金啦，60块美金哦，都袂少钱啊，对毋对吼？但是呢，67%的会员一个月袂去你一届，意思讲钱拢互趁去啦，钱拢互趁去，也无真正去啊。是讲交去啊，我著运动啊足好啊，其实到尾钱拢互健身房趁，所以现在健身房要叫你来交月费。现在要叫你交年费，搁较俗，袂要紧，做你甲交，因为这吼，伊知影讲你一定袂去的啦。所以钱就分摊的啊。搁一项，咱知影讲电梯甲楼梯，你是要坐倒一项？吼，咱楼骹拢搭张纸讲吼，为着你的健康，请爬楼梯。但是吼，嘛有人统计讲，坐电梯甲行楼梯的吼，当时有90%想要坐电梯啦。所以咱承认这是人的本性，咱无法度人去伫遐好认就对啦。所以中世纪有一个出名的神学家叫做阿奎那，阿奎那伊伫伊的一本足大部的神学大全中间哦，伊甲迄个贫惰看作是古代7项罪中间的一项。讲咱人的罪其中贫惰就是一个罪啦这是咱拢会当理解到的。讲这是贫惰，伊的册内底，伊安尼讲，咱若是对上帝的工无热情，对灵命追求感觉真沉重，情绪倾向会拖沙啦、冷漠、自我中心，这拢是一项。讲到这，搁一项就是讲，咱灵命的建立是重视的关系建立啦，关系。咱讲应该嘛，应该做，但是谁人要安尼呢？就是甲上帝关系要有所建立安尼。兄弟姊妹，信仰甲灵命是关系建立，毋是真理的同意啦，毋是观念知影。你讲敢若知无效，是建立。所以上帝呼召人的目的是甲伊相交陪，进入这个关系，毋是敢若知识的传授。所以咱定咧讲你敢若读圣经，捌足多，但是你无咧做，你敢若会晓批评，你敢若讲别人歹，但是你家己做咧，咱讲疼心，你就也无听到你咧疼心咧。我关怀，你也无看到你咧关怀，你圣经读遐好，哪有路有啥路用？所以信仰甲灵命是较关系，人甲人中间的关系，去见证这个信仰是真的。所以兄弟姊妹，耶稣讲一句话，会让互咱看见这个建立是真重要。马太福音4章19节讲，来对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掠鱼的得到鱼安尼。对我要互恁得到人，亲像得到鱼。这句话有3个意思。第一个，来跟对我，就是表示关系有建立嘛。所以毋是干那是讲咱对耶稣对后壁安尼行，无理由、无目的的行呢，是进入到耶稣一个生命的关系。甲耶稣3同行，所以是耶稣会带学生3同久，对来对去。你讲也无伫课堂咧上课啊，来今仔日第一课，明仔载第2课，来上课下课无啦，就是甲伊做伙生活，做伙食，做伙困，做伙行旷野，做伙伫群众的中间，做伙坐船过
过即个阿加利利海，这个拢是因为伫生活中耶稣一句一句，伊所讲的这个话，伫四福音内底，拢是伫这个甲伊做生活中间，这学生所领受到的。啊，所以对我是表示进一种生命的关系，甲耶稣相同行，听伊的话，而且模仿伊的行动。过来讲，我要互恁，互恁的意思是讲生命换新啦。我要互恁得到鱼，互恁的意思虽然是一个接续的话，但是互恁的意思是生命改变，互耶稣基督塑造出来。第三，得人亲像鱼，你要互恁就是有效果嘛。对耶稣有产生迄个掠鱼的效果嘛。啊，当然得到鱼亲，得到人亲像得到鱼是耶稣是要互因得到人。啊，得到人就是你生命有改变，你毋则有迄个效果，有迄个生命的释放。啊，所以毋是听你改变家己尔，啊，我改变真好哦，啊，我信主真快乐哦，真平安哦。伊讲你都爱得到人亲像鱼，你才有参与上帝国的行动就对。啊，所以兄弟姊妹，今仔日啊，牧师借着这个圣经降临节，招咱大家，咱这是专员哦，兄弟姊妹哦，对牧师、对中级组长。对咱的会友，对咱的青少年，咱拢有一个训练的目标。啊，所以敬虔的信仰，爱对感觉等于到操练。你感觉真好，哦，讲恁新娘所真好，唱歌真好听，啊，参加礼拜啊真舒适，安尼无够，你爱倒来操练。第一，倒来到圣经教导的敬虔操练，圣经安尼甲咱明明安尼讲。保罗提醒提摩太，讲操练身躯益处啊，佫真少。只有敬虔，凡事拢有利益。敬虔需要有意志、有纪律、有恒心的操练。第二，建立灵性的生活要有节奏甲习惯。所以咱鼓励兄弟姊妹每日读圣经、读主日礼拜、禁食、默想。这吼毋是一个仪式哦，毋是一个活动，是一个节目哦。这是灵命扎根的道理啦。啊，所以教会会有教育训练部，咱有传道部，咱有办足侪活动，目的就是讲，咱经过一个呼召，一个邀请，啊，我可能家己做袂到，也是讲做无落来，啊，咱大家做伙努力，做伙和谐，做伙有分，啊，大家互相激励，互相关心。事实这个代志，咱的教会已经做真多啊，只是咱搁甲扣做伙，啊，互中会的即款的期待，咱来甲伊整理好起来，安尼就完成啊。兄弟姊妹，第三，咱搁讲一遍，信仰毋是感觉，是行动。咱注意看，耶稣伫克西马尼园，咱搭过即个过偌济啊，受难周啊。耶稣伫克西马尼是足艰苦祈祷，因为伊讲行即条各各他的路，毋是简单的路，但是选择顺服上帝的意思，白的意思。因为这甲咱提醒吼，耶稣即款决定吼。是意志的决定，毋是情绪的顺服尔。意志讲，我爱安尼做。兄弟姊妹，咱今日你听到这个信仰圣经的分析，我要鼓励咱兄弟姊妹，你讲有影，我要真做一个富强人，我要行至50几年，我要有份参与伫这个文道的操练敬虔8步，我也欢喜参与。这参与无困难啦吼。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咱求圣神来帮助咱，引带咱，做伙来操练什么呢？这是中会81间教会要推动，啊，咱提早半冬来操练，来试验。啊，所以到年底，咱可能征求咱的兄弟讲，啊，你参加这操练哦，对你有啥物帮助？你有啥物进步？啊，你有啥物困难？啊，是讲倒位所在无啥够，爱搁较做较好。啊，咱甲这个资讯，甲这个数据，咱要摕互中会。啊，有中会明年要推动全中会，讲咱5万啦吼，咱黄金10年，啊，咱看去台湾即马宣告无遐简单呢，特别是即个新冠肺炎了吼，哇，足侪人吼，无爱来教会呢，迄流失足侪人呢，咱无搁诱导转来，无搁甲上帝国搁甲call我来，啊，是来咱责任足重，啊，所以咱拄好也要庆祝50几年，用即个诚做咱全民改善的运动是真好，啊，而且无困难，只要是咱大家做，这个做法呢无困难，是讲
咱的灵修操练，咱本来就咧做啊，只是讲咱甲分好较幼的、较明确的，啊，佫重视什么家庭、亲子的关系。啊，咱简单来讲，你若会当咱参考周报吼，头前第9页，吼，头前第9页，内底安怎写呢？又分4部分，第一部分就是牧师啦，牧师传道者。吼，啊，阮这家己自我要求啊，你袂使讲牧师叫人做，我家己无要做啊。啊，这大概牧师做的甲会友做的差不多啦，是迄程度关键啦。比如讲，逐日读圣经，5万1年读1摆圣经。啊，这个咱教会，咱年初无咧颁奖有无？哇，已经足侪人一年都读1届啊。啊，过来，这项爱大家努力，讲一礼拜1摆亲子的礼拜，也是 RPG， 因为有诶。亲人出外去嘛，伫外地嘛，你要用视讯的，大家来做祈祷，5分钟、10分钟就好。啊，若伫厝里，大家做一段灵修的时间。第三，鼓励讲每一个月，你的家庭爱自产一遍。你若家己翁仔某2个足简单，逐日嘛咧食，意思讲，咱这亲子大家靠做伙食饭啦。我知影足侪会友说讲啊，你牧师你毋免讲啊，阮老早就咧做啊吼。过来1个月尊荣父母，意思讲。咱来关心父母、尊敬父母，甚至讲，互父母一点啊，安尼，迄个一寡所费啊，感觉家己尊重就对啦吼。啊，佮10米奉献，佮来白纸报道法，这是一个特别的报道的方式，啊，爱操练，啊，咱到时会摕资料互咱吼。啊，这包括咱传福音个人报道的意思啦吼。啊，第7，讲每年家庭度假1届，吼，要鼓励讲，你爱。特别安排啦，毋通讲啊好啦，你佚佗拢无影。啊，我知影讲咱即个暑假足侪人准备要去日本啦，要去欧洲啦，吼，即款佚佗拢袂欠才对啦，吼。啊，过来第8就是牧师家己爱有即个操练的能力，吼。啊，其他的时间咱周报咱家己做。啊，我来直接来讲即个长老执事，大概差不多2年读1遍圣经，逐礼拜。有1遍的亲子礼拜，逐个月收主日1摆啊家庭聚餐，吼啊，过来是每月尊荣父母10米奉献，白纸报道法家庭度假1届，甲牧师的差不多啦，程度关键哪定。过来上重要是咱会友，吼，会友讲至少你家己决志讲，我3年要读1遍圣经。咱一年读1摆都足侪人啊！你3年甲有准备咧，啊，咱教会拢有迄个3年读1届，2年读1届，1年读1届迄款表。啊，咱当对下半年7月开始，啊，你著头前还无举行，你著后半年用半年的时间家读其中的一部分就会使，3年1摆嘛。啊，所以你半年偌济拢足好读。啊，你若要读2年嘛，搁较好；读1年搁较好，吼。啊，搁来亲子礼拜、守主日、家庭聚会，啊，尊荣父母、月定奉献。白纸报道法，家庭度假1届，拢差不多对无？啊，这就是讲大家互相斗鼓励啦。啊，咱到时会摕一张表，互你家己去做检定，讲我有安尼做，安尼做，安尼。啊，咱到年底大家做伙来检讨吼。最后一项就是儿童青少年，咱要鼓励因安怎会晓理财。拄好今年的暑假，咱主持人嘛要办这项代志，就是推动学习犹太人5个钱罐啦，有个钱罐。5个翁啊，钱翁啊，啊，因安怎办呢？囡仔时代，犹太人就教囡仔讲，你也会晓分配你的钱。当然，伊是零用金嘛，也是家己去做小生意赚到的。啊，毋过这5项，这个管理的态度，啊，咱到时有哪会提供一寡指导法啦，吼。啊，简单讲就是安尼。比如讲你1000块，互你的囡仔1个月，啊，你爱学习，互伊会晓。7%的奉献。第2，做慈善呢，就是关心别人，用伫外口的帮助到艰苦人10%。啊，你也欠偌济，欠10%。啊，佫会晓投资，意思讲会晓欠起来，会当做路用。啊，最后得50%做消费，意思讲500块是互你平常开销的。啊，这吼看起来改成足复杂，其实无困难，是咱咧训练囡仔，像5个信封嘛袂要紧，讲来。1个月1000块的收费，也是讲零用金，你要分配。啊，慢慢建立习惯，后摆大人吼，你免烦恼讲伊袂晓欠钱，伊袂晓用钱。啊，这是咱几个中会所要推动的圣工，啊，伫咱周报啊印伫遮，啊，咱大家开始祈祷讲主啊，这
方式要求并无介困难，只是讲我有要持续无，有要认真训练无。愿咱大家做伙享受着即款文道训练，即个八步的操练啊，即款熟练八步操，咱大家拢有份。啊，期待讲咱听日即话，哇，遮侪比例拢有份参与伫内底。啊，咱的促成小组长啦，咱的团契啦、执事啦，也是咱的区会啦，大家努力来进行。啊，咱有一个表，咱互咱做一个参考，做伙来配合。愿主赐福咱，互咱富阳教会成做一个做伙配合的教会，啊嘛有真好的成果。因为咱真侪工课已经咧做啊，只是讲，互你有一个目标，有一个方向，有一个数据，啊，通去做比较。愿主赐福咱，啊，即个灵命健身甲敬虔操练会当成功，伫咱迎至50彼年的时阵，成做一个美好的礼物奉献予主。但即个时阵，咱要做一个祈祷，然后准备来做伙领受圣餐，来见证上帝的祝福甲救恩。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听通，互阮成做一个基督徒。我毋是只甲领到一个灵命健身的即个信用卡，阮是真正爱进入操练的中间，进入上帝祝福的中间。主啊，帮助阮会当伫中会推动即个灵命操练8步，阮对牧师、对长级、区长、小组长，以及阮所有的兄弟姊妹，大家有份欢喜，做伙来操练，大家彼此鼓励、祝福，看见上帝你伫阮中间所产生的改变。主啊，帮助阮有即个开力，欢喜有份，阮富阳人大家拢三欢喜参与配合伫即个行动中间。阮对7月开始，大家开始准备好。要推动这个圣工，互阮的操练因为进步，甲主的关系更较亲密，阮服侍主的开力更较大。阮要三甲恭守你的圣餐，求你互阮大家领受这个祝福。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姊妹，咱下面要进行这个领受圣餐，啊，咱同工已经准备好，咱要来做伙吟这首圣诗369首，咱坐咧吟。超过阮的想象，伫咧唱的中间，啊，咱准备要来领受圣餐，大家该做伙吟这首诗歌。第2站。第3站。命甲背来摇起，愿下面的灵力，压力大的。伫主耶稣基督的名，欢迎凡是属于教会陪餐者来参加受主的圣餐。亲爱兄弟姊妹，请听主耶稣对凡是归应伊所的人所讲恩典的话。主讲：要喙打羡慕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饱。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咱大家三合伫底。
请咱注意来听耶稣昔日圣餐的话，是照保罗所甲咱传讲的。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地饼祝谢来背伊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食了也安尼旁杯讲，即个杯就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既然啉的时，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因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直到伊过来。当主耶稣互人卖迄面有提饼祝谢，兄弟姊妹，咱照伊的名诶款式，咱做伙来先来感谢上帝。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筵席，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司。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也圣别这摆伫你面前所赐的饼甲葡萄汁，互阮接受这的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保护，对你恩典的帮助，会当真侪阮属灵的朋友，也会当成长你的恩典中，通荣耀你的圣名。安尼感恩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主耶稣讲，即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即时要请小会员来捧圣餐来做服侍。需要帮咱嘛？是看有够难。像即回咱采用即个2合1的吼，安尼较卫生也较安全。啊，咱摕到的时阵，咱摕伫手内，先做感谢祈祷。愿圣餐的象征就是一个救恩的记号，是一个祝福的记号，一个恩典的记号。咱甲主感谢，咱领受是对圣神来的归纳。领受圣神所享受的平安。咱伫祈祷中，甲主祈祷讲：主啊，你救赎阮，阮真做你的百姓，阮欢喜军队主的脚步，毋嘛是领受这个救恩的记号。阮更较爱进入到伫一个属灵的操练、敬虔的操练、甲主相同行的操练。真侪阮生活生命的习惯，求主通过圣餐帮助我这个开力。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咱较外面也是较后壁面的，咱主动行来到伫小会员遮、长老遮，主动来摕。咱开始会当甲第一层透明迄个薄膜，甲扭开，甲饼摕伫手内，咱准备做伙，等下要做伙来领受。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无摕到的，咱握一个手，安尼较容易看到你。主耶稣讲，这个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恁着行安尼来纪念我。
知有人无摕到，袂人也举手，通搁保护你。现即卖咱甲薄膜裂开，即饼摕伫咱手内。各位兄弟姊妹，即个是基督的身躯，为着咱拍破的，咱就今仔日来纪念伊，咱三个来领受。食了后，爷你旁杯，最后所讲，即个杯是新约，伫我的会所设立的。今仔日的时，就今仔日来纪念我，咱甲咱的即个铝箔加扭开，咱做伙来领受。恁逐摆食即个饼，啉即个杯，是表明主的死伫到伊过来。愿主耶稣基督平安，甲咱正大家三个同在。咱三个来感谢。主，阮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阮儿子圣神降临节，也是见证主耶稣基督死了的救恩，通过圣神的降临，继续溃烂伫阮中间，互阮明白主耶稣的救恩，是因为圣神的帮助，互阮有溃烂，通行出新的活命的款式。主，阮今领受圣经的教示，阮毋若只干那认捌主耶稣的救恩，阮阁爱用行动、用操练、用敬虔来行出这个见证。主啊，阮领受这个圣餐，也见证阮有份参与伫上帝国的起造。主啊，阮领受这个圣餐，也知影主你的救恩普遍施落伫万民，阮有份领受这个祝福，也想使阮继续拍拼的开力，互阮做伙来努力，做伙来行出这个信仰操练的8步。每一个兄弟姊妹，无论同工，阮大家拢有份参与这个祝福。感谢你，阮感谢你赏赐这个救恩，互阮，也互阮领受圣餐，见证上帝你的恩典。感谢基督，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感谢主，兄弟姊妹，咱做伙共受圣餐，牧师做一个小小的报告，请执事准备来收奉献。咱每一遍伫圣餐的时阵，咱拢有特别有分一个录啊，录啊就是讲要互咱有份参与伫即个圣餐的现金。这现金甲咱的主日现金是无共款的，因为即个钱项咱无要用伫教会界内部，咱就是要争做一个福音的事工、办赞助小教会的事工，也是总会一寡纪念日，咱来用即个金钱来甲因做奉献。所以你奉献伫即个圣餐现金，也共款是为着即个宣教咧做奉献。咱甲即个时间来交互咱的司会，咱准备来做，请执事来准备来收奉献，多谢。来请长老来帮咱来做即个即个圣餐道的准备整理，多谢。
请起立，咱做伙来唱感谢奉献的诗歌。请坐，煞坐啊！我来报告。报告的前，咱先来看咱手表后壁面本月金句。本月金句是诗篇24篇第一节，咱做伙来用台语念两解。做伙，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活物嘛拢属伊。诗篇24篇第一节，再一次，地甲地上的万物拢属上主，世界甲踮伫遐的活物嘛拢属伊。诗篇24篇1节，周报的第2页有相关的一礼拜服侍当工，请服侍当工大家用留意也准备心。做伙来为后一礼拜的敬拜甲祝福。下一礼拜书咧是戴婉如执事。第3页的信息内容以及人数的统计，请大家家己留意浏览。第4页。集体沟通，我著重点简单的报告。咱第2点，中会第一小区今日下晡3点伫南门教会有举办全球的祈祷日联合祈祷会，请鼓励咱兄弟踊跃来参加。第3点，下晡伫中英中学有举办排球的联谊会，增进咱教会兄弟姊妹的联谊甲凝聚力，促进身体健康。请有报名的相关单位团队，准时到会场报到。欢迎咱的兄弟踊跃到现场来为观赛甲加油。第4点，本会咱下一礼拜要召开中职甲以及各首长的联席会议，以及50禧年庆典的筹备会，时间是下晡1点半，伫2楼召开中职会，3点召开50禧年的庆典的筹备会，请相关人员准时参与。第5点，50禧年庆典的标语票选已经开始活动，咱有实体的投票，纸本的伫咱的大厅遐，阁有网络的投票，投票截止的日期是6月29日下晡6点截止。第6点，咱6月20甲22，咱邀请敬爱的正道牧师来为咱备办培灵造就会，有两场的培灵会，一场是拜五暗的20号的拜五暗8点，佮另外一场是拜六暗的7点半，邀请咱的会友来参加，佮有第2小点是核心同工的造就会，请政府的首长，以及咱的相关的小组长、中职侍奉团队，
正副首长拢来参，会记即伫拜六的早时10点来参加。第7点，丧礼关怀咱昨吴牧师伊已经入殓的礼拜完成顺利，求上帝同在，互咱后一礼拜对事会拢顺利。第8点，咱的第3期的事工有定表，慢要来编写相关的事项内容，甲服侍的当工。伫6月22以前，请将内容交互咱的干事来编排。其他交通相关的关怀大道总会、中会消息，请大家家己浏览。以上请牧师来补充报告。咱时间无介济，我来做一个过路一个，是讲咱年度标语伫6月底就要结束，所以请你来投票，用纸的甲投票的，也是用电子投票拢会使，遮拢有看伫遮，咱就无搁一个看拢总有6项，有的是4字的、8字的，还是10字的安尼搁来是咱排球联谊赛，咱环境兄弟你无参加比赛袂要紧，来去加油啦但是你若要参加，咱今仔日今日天气真炎热的款，大家看会当有迄个遮阳的设备啦、测寒的啦炸水啦拢会当去甲因斗鼓励斗路热就对啦若假使讲我遐热无方便去迄个外口，咱会去参加伫南门9月3点有举办一个咱全球祈祷日的一个联合聚会祈祷会，咱去遐参加嘛足好，2项咧选一项来参加好无搁来是咱会记得大家烧招咱已经海报拢出来蔡正的牧师要伫即个6月20拜5暗，搁拜6暗2暗来做培灵，这平常时咱毋是咱聚会时间。平常时咱祈祷会时间，拜六咱去有分时间，但是这2暗，咱要特别甲拨出来来参加。咱注意拜5因为咱有上班嘛，所以拜5用8点才开始暗时。拜六要提早半点钟，7点半就要开始，因咱青少年因7点就咧聚会，因等1点钟后才要聚会，伤久，咱甲测一下，7点半开始。咱拜六早起10点有咱的同工训练会，所以咱请小组长、中级。咱的训练的这事奉团队，大家拢用做伙坐好坐，咱来听咱蔡牧师。蔡牧师的讲上重要第一啦，伊足了解咱的需要；第二，伊去台北经历遐尼多，要讲的物件搁较详细。所以咱听会当讲对照较早伊安怎甲咱操练，即马伊经过8冬后，搁转来甲咱培养，欢迎咱所有的同工拢来当然，你若会友同工，你想讲牧师，我嘛想要听你做你家来袂要紧就对啦。最后是讲咱基本上咱遮个干部爱来搁迄个礼拜日2场礼拜，伊讲的主题是分第1段、第2段，足丰富的所以你若准备好，2场拢留落来听上好一个听台语，一个听国语安尼，因为这有上跟下所以是线接落去所以请大家。特别为着蔡牧师祈祷，咱知影讲进前伊身躯有点无好势，咧静养中，但是伊接受即个邀请，所以有连续3天请大家来祷咱主持人要举办即个天才校管家，即个夏令营，请踊跃鼓励咱小朋友3年以上来参加，伫即个7月即个16到19拜3、拜4。拜4、拜5、拜6 4天，搁拜礼拜日的早起搁来是咱祈祷的书即本见证集要出来50几年足久才出一本你的见证若伫内底，会当做纪念嘛当做真好的见证分享所以请会记你赶紧未写的人赶紧写搁来华语查经班、英文查经班、青少年查经班，拢伫第1场礼拜咧举行。你若讲我想要造就学习。我改第2场礼拜来做礼拜，听国语的嘛袂要紧。咱第1场来参加查经班，好。咱搁做一个最后的报告，就是讲，真多谢咱大家昨昏有真侪兄弟去参加
咱乌牧师的日牧礼拜啊，吼，迄阵因准备的即个日牧式吼，啊，无介大，但是济人啊，表示大家真关心即个家庭吼。啊，咱礼拜过来拜六9点半吼，过来拜六14号9点半，咱伫即个礼拜堂做对事礼拜，请兄弟来踊跃来参加，啊，做来表示对乌牧师的家庭的关心吼。搁一个报告吼，周报有写，我搁补充一个，咱真感谢主，就是讲咱约翰福音的研习吼，真踊跃20-30个参加。啊，咱的会友吼有报名偌济呢？报名即个21位吼，拢有达到标准。啊，咱的即个文道训练部想讲，遮个兄弟吼，因家己交学费吼，参加足感动。啊，所以咱要甲你补贴一寡费用。啊，所以咱伫即个名单吼，伫第5页，遮个结业的名单，咱后礼拜开始，你到办公室啊，甲伊领迄个奖励金哦，袂歹吼。虽然你爱交钱，但是佫甲你退一寡互你就对啦。啊，表示讲你有认真咧读册吼。啊，佫一项要甲咱会师的啦吼。几个月前，牧师甲咱招讲，行哦，咱后礼拜来去凤山参加106周年的迄个纪念会感恩礼拜。啊，咱教会本来报50-60个呢。啊，后来吼，因为发生一个状况，迄个体育馆吼无够大。啊吼。报名超帮就对啦，啊，到要经过协调吼，因为咱教会敢若局部的人乡里团契30-40个要去，啊，到要协调了讲，啊无咱卖去啊，卖去啊，无使啊，咱报名报甲啊，较袂讲超过的人爱坐外口，啊，迄天气遐炎热吼，迄大家袂堪的，啊，咱教会要参加的乡年纪较大，咱就宁可卖去。啊，所以住厝休困倒啊，来教会做礼拜就对啊，吼。啊，咱后转若要佚佗，咱搁去别位。啊，咱若要看即个106周年的纪念会啊，咱来看影片就好啊，安尼吼。用安尼甲咱会师咧，啊，咱后礼拜就无处罚咯，无处罚咯，吼。用安尼甲咱做报告，多谢。向荣，请起立唱每遍的诗歌，超过阮的想象。阮要修车西山，离开恩典圣殿，分享阮所体验，你的平安甲恩典，一生正做这段，画出星星光明，念到你的塔，因心灵的光点。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听堂，圣神的施恩赐福，甲咱正大家三甲同在，对这时到永世代无煞。阿门。咱请坐密道来避会。